我今日揭示嘅呢啲強大嘅真理，你需要消化、吸收、親身實踐，然後你就會明白所有嘅問題係點樣消解嘅，你將會能夠真正理解佢哋嘅意義。當你保持覺知、全然覺察並全然信任，每一次經驗都係一份禮物時，創造業力嘅過程亦會轉化為解脫。每當經歷升起，就對你內在講：卡利女神，呢個係你嘅食物，我唔會抗拒，我會見證，我會將佢獻俾你，我只接受你嘅能力。呢個就係活喺三摩地之中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幾日之內你就會見到過去嘅痛苦逐漸消散，當下嘅恐懼感、未來嘅恐懼感變得清晰，未來嘅信任感令你嘅信任感，令每一次經歷都成為解脫嘅食糧，而唔係束縛嘅源。